Alıp şattıktan iki çara yetiştip günü menen jürdaşal, günü sevin aldaşal, günü gatka saldaşal, ayı menen jürdaşal, aydı gatka saldaşal. 夜晚，人们在水边点起篝火，听小马纳斯旗演唱马纳斯故事。在克州，马纳斯旗后继有人，一批少年马纳斯旗正在成长。妇女们在篝火边唱起了古老的赶狼歌。在过去的年代，科尔克孜男人外出干活，家里只剩女人。晚上他们聚在一起，点起篝火，唱着歌，驱赶野狼，守护羊群。在阿合奇县苏木塔什乡，你可以见到科尔克孜人纵马飞鹰的场景。苏木塔什乡的400多户牧民，家家养鹰、驯鹰、捕猎，是名副其实的猎鹰之乡。每年冬季，苏木塔什乡云集着数百只猎鹰，进行长达数日的猎鹰捕猎比赛。比赛妙趣横生，惊心动魄，场面胜过西班牙斗牛。难怪闻名遐迩的英国驯鹰专家安德鲁在苏木塔什乡考察了几个月后，由衷地表示：世界上猎鹰的故乡在这里。